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充满你的爱，站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喜妹啊，你还年轻啊，你不要说，妈心里啊比谁都明白。你这么年轻，拖了2个孩子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难道你要学吗？如果真的能跟您一样，不也是很好吗？不，姨妈，今天当着你的面，我一定要把我心里的话说清楚。以前表哥他在，我不敢说，可是他现在走了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再隐瞒我内心对你的感情了。安妈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说这种话？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跟安妈真的没有什么。姨妈，答应我的祈求，从今以后，让我代表表哥来照顾你跟喜妹。我会把金龙跟玉凤都当成我自己的儿子。姨妈，我请求你成全我跟喜妹，我不能再离开她。安妈，你没有权利这么说。我自己将来我自己会负责，不需要你来替我出主意。喜妹，你不要再拒绝我好不好？你不要当着妈的面胡说，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好了，你们2个谁都别说了，别争了。喜妹，何该是我们家国强啊，没这个福分。我想啊，只有把你跟宝宝托给了安邦，国强跟我们才最放心。妈。喜妹哦，确实有人有2步7啦，从4只麦啊戆西啦。我看因2个人哦是相欠济。这哦，爱怪你家己啦，啊你唔通安尼怨叹别人。规日哦，我嘛是有机会互你啊，是你家己袂晓好好把握，啊无怪阿喜吼，才会惹遐大问题出来。阿桃啊，阿桃，这些水果是要送给你们吃的。外甥婆啊，罕行哦。哎呦，阿春啊，啊对时头讲话哪会用这种口气啦？来，你添一杯茶。张太太，歹势，啊不要见怪了哈，来，再坐啦哈。哎呦，歹势啦，来到我都不知这要创啥。没事。谢谢哈。我今天啊，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。哦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代志哦？哎，我是想问你啊，上次啊，你不是替阿喜跟阿春送作堆的事情？哎呦，迄拢过去呀啦，莫搁讲啦啦。哎呦，阿母，阿妈，啊，今早回来啊，来叫江奶奶呀。江奶奶。哎，乖，你放学啦？
替我们家的喜妹呀，跟我们那个侄儿安邦撮合一下。那你上次不是帮那个阿春跟阿喜2个人也帮过他们吗？我这些问题我都不懂啊，所以我就来请问你啊，有什么规矩啊，你就教我嘛。好嘞呀。咱呢，金龙甲玉凤是不是就要叫林老师爸爸啊？咱呢，伊就袂甲我出世家，阿妈我讲对唔对？哎呦，王孙你啊，阿嬷你讲话吼，啊囡仔人莫插嘴，有耳无喙。哎，阿春啊，紧快带入去啦。哦，来，走吧。张太太，啊，你讲，哎呦，咱们好歹也是认识一场，我又没有什么人跟我商量，你就帮忙教我嘛，这些都不懂啊。这我唔敢讲安怎教啦，啊，都吼真简单哩。阿母，我帮你做枵啦，我要食饭。等一下，我即马先替四姐传便当哈。咱呢，我着拿着应该甲时辰等你食饭哦。金珠啊，以后咱都唔惊有人要来抢四姐啦，知影无？阿母，你这根本无替四姐传便当啊，谁说今日想着要替四姐传便当啊？因为喜妹阿姨伫要嫁人啊，四姐以后就会转来阿母甲金珠的身躯边，阿母对四姐较好，四姐就会对金珠好，你讲对无？嗯。乖，这是四姐上爱食的菜。珍珠啊，好乖哟。阿姨啊，我给你送便当来啊啦。哦。王伯，来，看秋食，看秋食。啊，怎么你个只要紧紧的？三嫂啊，你明遐客气，我送便当来，我听外口凊彩食就好。哎呀，你若会安尼讲咧，以后咱都是一家人啊，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嘛。来，看小食啦，来，金珠啊，王伯，到底来食啦。好，这拢是你上爱食的菜呢。四姐，先咱食饱，你带我去钓鱼啊，好不？等下等去做功课，若无啊，刘老师会生气哦。李老师才无伫咧管我咧，你伫咧无闲要做金龙甲玉凤的老爸呢。珍珠啊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话莫学白讲，无白讲就甲你打屁股哦。珍珠啊，是谁甲你讲刘老师要和师妹结婚呢？是小奶奶甲阿嬷讲的啊，伊讲要甲师妹阿姨、甲刘老师送扫堆，就亲像顶摆你甲阿母同款啊。嘿，啊，就有食是一只，阿喜啊，哦，你真正伫遮，我安尼吼找你找偌久个，你知无？王伯啊，我是来看心情无好，你搁吵我阿母来创啊？你这个囡仔太安尼哈，来我问你咧，你心情是要啥物意思的哈？若毋是王伯去找我吼，我还阁毋知讲你甲我闹气到这种地步啦哈！为着一个查某安尼，你连班都无想要去上。阿母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哎呀，我就是看袂惯死，讲你啊，同日来了神神猪猪啦。我想哦，替你做保护田啊，迄个老红人什么的老师啊，哦，即摆公公认认袂输，敢若因点甲一家之主呢。啊，你当时啊，就是为着迄个老师哦。啊，我唔知啦，还要反死啊！我这个师妹你介意刘老师咧？阿姨啊，哦，夭寿哦，恁囝阿姨啊，敢会去介意着是咩哈？啊，我早就拢看出来啊啦。阿姨，师妹，你是有心事啥？无啦。你是毋是为着我建议搭开店，你甲我生气？我嘛做为难的。阿邦是国强的表小弟，阮大家做听伊的，我才会。其实我足介意你替我紧的所在。无啦，我毋是为着开店的代志。啊是为着啥物你无欢喜？我感觉你最近啊怪怪的。你若是为啥物烦恼，爱甲我讲，无一定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你也会记的，
咱两个人是上好的朋友。喜妹，我问你，我和刘老师谁对你较好？你哪安尼甲我问？我是讲，我和刘老师，你较介意倒一个？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不哭啊！麻烦从奶奶啊。好，不要哭啊！不哭了。哦。奇怪，尿片也换了，哪有事？怎么还哭呢？这喜妹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！不要哭了啊！不哭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喜妹。阿喜啊，既然我们两个都同时爱上了喜妹，我看不如私下解决，看看谁有资格做喜妹的丈夫。安邦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千万不要乱来啊！没事。阿喜啊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而且我相信你也是个明理的人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喜妹嫁给你，她会幸福吗？你又能给她什么样的保障呢？我会全心全意对喜妹的，而且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金龙、玉凤都过好日子。凭什么？就凭你一个乡下警察微薄的收入吗？我相信喜妹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。她当然不是了，但是要让她幸福的过好日子，这是一个男人爱女人所应该给她最起码的条件。阿喜啊，如果你真的爱喜妹的话，就不要再为难她。我不认为喜妹嫁给你会比嫁给我更幸福。或许你应该问问她，她心里爱的是谁。阿喜啊，就金龙玉凤的教育方面来说吧，
我是个学教育，我相信他们母子跟着我一定比跟你好。阿喜，如果你真的爱喜妹的话，就不要再跟我争了。或许某些方面我条件是比不上，但是我真的是很爱喜妹。如果说爱是有条件的话，那就不叫真爱了，知道吗？唔着急啦，无代志啊啦。当时会好啊。这头一两工就会使出院啊啦，你别烦恼。哦，安尼哦，不要紧啦，就对啦吼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什么人有做事呢？我啦，有啥物代志少？无代志啊，我是想讲头仔伊听别人咧叫伊店名，想讲应该是妹才对啦。哦，伊咧叫我入来看卖吼。好。我下面你吧，我下面你别甲我叫，我惊讲吼，你会误会。好。哎呦，阿桃啊，你不要这样啦。那个你们家的阿喜对我们啊也是仁尽义至了，你就让喜妹进去照顾她一下嘛。安尼哦，你唔惊讲阮阿喜啊
会妨害到恁师妹名誉哦。哎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们是老糊涂了啦，就没有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很投缘呐。那是恁两个咧唔知影，那我早就发现到。王先生，麻烦您送我姨妈跟陈老太太先回去好了。那爸，那你呢？我留下来看一下阿喜跟喜妹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的话，我可以马上来照顾她。喂，我甲你警告哦，你唔通趁这个机会想要搁甲人安怎样啊？哦。哎呦，王伯啊，你唔通安尼讲。对哦。你放心啦，我是个读书人，我知道什么叫做君子之争。